咁 Nubia 279咧，因為佢其實都5.5寸 mon 啦，咁其實咧就比較難咧，可能話完全單手使用嘅，好似即係就算我隻手咁大咧，要完全單手使用咧，其實都有啲困難嘅。咁你話一般上下微博啊，或者係上下 Facebook 上下掃咧就冇問題嘅。但係如果你要做其他 Apps 啊，或者要做其他嘢咧，咁就未必得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咁我哋需要一個單手模式。咁 Nubia 279咧，亦都有呢個功能嘅。首先，你打開單手模式嘅時候，撳呢個返回鍵啦。咁見到啦，咁啊進入咗單手模式。咁你見到個框都會變細咗啦。咁縮細咗少少，好似都唔係好夠手喎。咁咧，其實你見到咧呢度呢個位置，咁你撳一下咧，咁佢有一個放大縮細嘅。咁我哋可以通過呢個嚟縮細啦。縮到最細呢個，縮到最細呢個咧，其實基本上就應該 OK，可以完全任何角度都撳得晒噶啦。咁可能有啲人習慣唔係下面拎手機，可能中間拎手機嘅咧，咁佢可以通過呢度有一個掣，咁可以控制佢上落嘅。咁你話如果我唔係右手嘅，我係左手嘅點咧？咁都好容易啊！撳嗱，如果你係左手嘅話咧，其實撳翻呢一邊個 menu 掣，咁就會褪過去左邊，撳實呢一邊就褪去右邊，就係咁簡單啫。咁你話想退出個單手模式咧，一係就長撳個返回鍵啦，或者呢度咧有個交叉掣嘅都可以，兩個方法隨你喜歡。咁啊當然單手用啦，當然單手撳個返回鍵啦。